大家好，我係 Hong Kong Watch 嘅 Policy and Strategy Advisor 黃台仰。咁嚟緊咧喺3日後，我就會參與 Hong Kong Watch 所發起嘅禁食行動。咁呢一個禁食行動咧，就係為期3日，由9月30號去到10月2號嘅。咁點解我會想參與呢一個禁食行動咧？最主要嘅原因就係作為離開咗香港差唔多8年嘅抗爭者，有陣時呢一個物理上嘅距離咧，係令到我有一種精神上以及係情感上嘅距離嘅，即係住喺西方民主國家咁耐，係慢慢會有一種舒適感，而呢一種舒適感係令到我嘅同香港可能仲受緊苦啊，同喺香港嘅手足啊，可能係會有一種距離，而我唔想即係呢一種距離會越嚟越大，咁所以希望可以藉住呢3日嘅禁食行動，去俾自己一個機會去remind 去記得，即係喺場內有好多受緊苦嘅手足，以及係而家喺中國入邊嘅維吾爾人、西藏人，同樣都受到呢一個中共政權嘅迫害，佢哋亦都係受緊好多苦。咁當然即係3日嘅禁食就受嘅苦，就冇辦法同任何即係而家真係喺香港、喺東突厥斯坦、喺西藏受緊苦嘅任何人可以攞嚟比較。對我嚟講，只係一個reminder，希望自己唔好忘記，每一日有好多人，有好多手足係因為對場運動嘅支持，係因為參與運動，因為想光復香港而受緊唔同程度嘅苦。咁喺嗰3日我就會完全禁食啦。咁我會喺9月30號嘅朝早食完早餐之後咧，咁我就會開始72小時嘅禁食啦。咁喺嗰3日入邊，我淨係會飲水，咁水入邊可能會加啲鹽去補充翻啲礦物質。咁希望大家若果覺得呢一個行動都係有意義嘅，或者大家都想即係藉住呢一個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嘅時候，去提醒下自己，因為呢一個殘酷嘅政權有幾多人係受過唔同程度嘅苦嘅話，咁大家都好歡迎可以去參與呢一個行動。咁參與有唔同方式嘅，唔需要一齊3日都完全唔食嘢，因為大家可能會有唔同嘅 schedule， 會有唔同嘅身體狀況，未必可以參與3日嘅絕食。咁但係大家可以考慮下，例如淨係食少一餐，又或者嗰日淨係食齋，又或者係禁食1日，又或者係完全唔睇任何 social media， 即係 social media fasting 咁樣。咁即係真係大家唔同程度嘅參與，我哋都會好 appreciate。咁大家若果想知道多啲，可以點樣去支持呢一個行動嘅話，可以去 Hong Kong Watch 嘅 website 嗰度。咁喺嗰度你就可以揾到所有嘅資料。咁希望係啦，若果大家覺得有意義嘅，咁就一齊去參與同埋支持呢一個行動啦。我係 KC，一個普通嘅香港人。我將會參與香港監察絕食行動，去抵制中共所謂嘅國慶。我希望紀念一班香港人，佢哋因為捍衛人權自由而作出犧牲，坐緊監，又或者被逼流亡海外。所以嚟緊喺9月30號到10月2號，我將會絕食3日，去表達香港人係團結一致，同埋會繼續抗爭落去。如果你有感動嘅話，我希望你可以支持我哋，由最簡單分享呢個信息，到參與絕食，又或者透過捐款支持香港監察嘅工作，
繼續捍衛香港人嘅人權同埋自由。